一直以嚟喺我嘅生命入邊都冇乜好大嘅難題，除咗細個嘅時候屋企窮啲之外，其他嘅際遇都算得上得心應手。特別係我讀到醫科，做到醫生，又識到阿峰嘅時候，令到我嘅事業同埋愛情都好似好完美咁。講真，我真係覺得上天對我不薄嘅。但係正當我想為生命喝彩嘅時候，命運就開始改寫。識咗阿輝幾年啦，我哋一直都相處得好好，因為我哋有共同嘅興趣同埋共同嘅目標，甚至乎我哋都認定咗大家，就好似彼此生命要揾嘅人。我好鍾意阿輝，因為佢令到我覺得有存在嘅意義。平時好鍾意阿輝同我講：阿峰啊，我掛住你。正當我回味緊呢個情景嘅時候，阿輝竟然同我講：峰，好對唔住。微微冷風穿過濕透的髮端，紅唇熱吻於嘴角抖震卻眷戀。冷冷夜裏冰冷的涼意，默默墮進些天。離愁裏彷彿歡送風中的雨點，離情話不敢多說，恐怕你心酸。思想困倦卻思念，然害怕清醒或是了斷。難道真心相愛只有是無奈？難道愛得熾熱最後換來情放開？分不清錯愛跟相愛，還是不必因我期待？難道天空海闊不再復存在？難道四海以內找不到半點喝彩？我確信最美麗仍是愛，情是冷卻，心意未改。令到阿輝同阿峰講對唔住嘅人係我，就係我呢個無心但介入咗嘅第三者，好痛苦，真係好痛苦。我由細到大都係生活喺一片死沉沉入邊，我對於快樂了解得好少，我一直都係咁諗嘅，自己唔開心唔緊要，但千祈唔好令到人哋唔開心。但點知我偏偏就飾演咗呢個角色，但我真係好鍾意阿輝嘅，因為自從佢出現咗喺我生命入邊之後，我感受到一份無法解釋嘅溫暖同埋安全感。但係咁又點？上天俾咗一份溫暖我，佢似乎要攞返。要我面對情感嘅抉擇，我真係好亂。對於阿峰，我有份好深厚嘅感情，但係對於阿妹，我又有一種風雨同路嘅共鳴。點解兩段都值得我珍惜嘅感情，都同一時間出現？可能呢就係叫錯愛。我愛阿輝，我唔希望佢有咩壓力。如果佢嘅離開係搵到更多幸福嘅話，我哋點會阻止佢？峰，對唔住。只有是無奈，難道愛得熾熱最後換來情放開？分不清錯愛跟相愛，還是不必因我期待？其實諗深一層，我唔應該令阿輝咁進退兩難，況且我都唔知自己可以支撐喺呢個世界邊幾耐。我擔心我每日只令到一段感情天長地久，我係咪應該淡出至啱呢？陷入三角嘅感情，我知道係好難兩全其美。我除咗感到好無奈之外，我都唔知講啲咩好。其實天大地大，究竟有邊一個知道我內心嘅掙扎？今日我個人孤身上路，但係喺夜闌人靜嘅時候，
我思海裏頭都會浮現出佢哋聲音同佢哋嘅笑容。